那我都要问问你的真心，你信过我吗？你有没有一刻打从心里真正认可过我的价值？我有我自己的使命，把你留在身边，一定会害了你。我怕护不了你周全。玉姐姐，林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离开长安之后到凉州养伤，遇到了严伯，后来林哥就来了，严伯便把你的事儿跟林哥都说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林哥就发誓一定要护你周全。我们做安庄的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玉姐姐，林哥在认识你之前，从来什么都没怕过。都给我围起来！是。有人来了，快趴下！谢长士，你怎么来了？幸好陈公留有后手，原来你们两个才是唐军的暗桩。你们不觉得魏成的死太过于顺利了吗？爷的意思是怀疑李陵和弄玉。若是他二人真有什么不轨，你可知如何做？放心，我会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活阎王。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，我们怎么可能是暗桩？那你们两个怎么凑在一起？应该是你跟着他。废话，他都昏死过去了，我就不能上来问问？倒是你们，打草惊蛇，惊动了唐军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爷既然让我跟着你们，就已经怀疑你们了，所以现在我说你们是什么人，你们就是什么人。你这是栽赃！哎，你说对了，我先杀了你，再杀了他，我就说你们都是唐军的人。回去我照样跟爷复命，吃不吃啊，兄弟们？怎么着，还想跟我动刀？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弩快呀？我手指轻轻一勾，你就死了。我一箭射死你，然后就是你的小姘头。哎，我跟他可没关系啊！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你跟他有仇，你杀他就行了。我跟你一道回去，帮你指认李陵就是暗桩童的贱人，水性杨花！谢长生，射他！我当初就该一刀砍死你！快点射他！这！给我上！快走，撤！兄弟们，一个也不留，给我追！是。报！什么？城南要地被唐军占领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末将也不知。我们在换防的时候，有人拿着京兆府尹的调兵令，叫我们调离，唐军就攻进了。爷，呸！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还是死在你的手里。我们家阿七还真是武艺高强，活剐了他都算便宜。哎，等，这点就疼了。玉姑娘，借也不说话。这是什么？是我呈给李大夫的一封信。给我干什么？因为这封信是为你而写的。李陵找过我多次商讨你的问题，我也答应他了。此番除掉魏城，得到了护城图，又帮助了唐军，你显然是功不可没。我已经在信上替你上表陈情。凭借此信，
倘若你真有冤情，李大夫一定会为你做主，查明真相，还你枉死父母一个公道。你的意思是要我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李大夫？眼下唐军收复多地，接下来的长安也会风雨飘摇。值此多事之秋，趋利避害，远离是非，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。至于你以后的生活，你有功劳在身，大唐一定不会亏待于你。怎么样？如此安排，你可满意？替我想的还真周到，多谢庄老板，让你费心了。怎么，不满意吗？我听李陵说，你是为了让关天社替你报仇，才为他们所用。现在看来，想必没那么简单吧？难道你还想回到陈府，惦记那份暗夜流萤图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当如何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和我们便不是一条心。不是一条心，那又如何呢？既非同心，李陵早晚会被你害死，而我必须要保护他。保护他？刚绑好，别瞎嘚瑟。怎么保护？就像当时保护阿七那样，给我一包毒药送我上西天。既然我们不是一条心，不是一路人，不如回去。不要以为有功劳在身就可以蹬鼻子上脸。我过去看看。嗯。中药，怎么了？中药，弄玉，怎么突然争起来了？李陵，你说，你刚刚赶我走，是不是和这个姓庄的串通好的？没错，就是我们一起串通好的。李唐大业不能耽误，岂能让一个外人在这捣乱？他不是外人。他是我们共同抵抗叛军、光复大唐的伙伴，更是一名出色的战士。冬雨，我有我的所作所为，向你道歉。我虽然担心你的安危，却不应该擅自主张替你做决定，更不应该忽略你的价值。你别再说了。我要说，自打我潜伏进陈府以来，从未立下任何功绩，直到遇见了弄玉，我们一起救下了阿七，除掉了魏成，取得了布防图，协助了唐军，还有今日的谢牛。这桩桩件件，如果没有弄玉舍小义而取大义，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。弄玉于我而言，无异于天赐之良人，他若不在，我无异于自舍羽翼。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需要他。他去我去，他留我留。丽玲，我让他走不仅仅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我们日后行动方便。你现在身上肩负着大唐江山，肩负着亿万的子民，你在这里就为了一个女人，你枉为朝廷使命，你枉为我这些年对你的殷殷期许啊！李陵，我们会完成使命的。走。看这样子，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。今晚就在这将就吧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裂开了？伤口沾了血水就容易感染，我来帮你看看吧。
红尘宿命，对峙而行本应该是擦肩。爱恨纠葛，谱写故事开篇。转身之间，回眸之后一眼锁定万年。漫漫四季，是翱翔你的长夜。花落花开不留念，街上来不及说再见。用这一夜，星辰左右变。放心，今天的嘴巴上没有毒。我去看看药。这一夜，星辰左右变。风起云淡不留念，宿命之地化作执念。今夕何夕，是烟火人间。今夕何夕，是烟火人间。唐军的反应怎会如此之快？哎呦，我的头剂药呢？弄玉爷，弄玉被您派出抓暗桩去了。啊！谢钮、李陵，爷，都还没回呢。去，把他们给我找回来！眼下长安城的天都快变了，抓几个暗桩有什么用啊？快去啊！是。哎呦！弄玉，你醒了，雪还下着，来，赶紧披上，别着凉了。蕾蕾，我想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也没有秘密。你听好了，其实我的真名叫风衣娘，我的父亲是大唐将军封建业。李陵，李陵，动手啊！封将军，你是封建业的女儿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，我只是听说过他。封将军一生文韬武略，赤胆忠心，凭节师，降大伯律，一生当中战功赫赫，鲜有败绩，是我最敬仰的对象。鲜有败绩。是啊，我阿爷最大的败绩，就是被那叛徒出卖，安贼趁虚而入，失了潼关。朝廷不去彻查此事，却污蔑我阿爷叛国通敌，下至赐死，连坐全家。阿爷一生效忠大唐，披肝沥胆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他泉下有知，又岂能瞑目？可怜我那阿娘和我那14岁的弟弟，也被乱刀砍死。
也许是上天垂怜我死里逃生，活了下来。孤独、绝望、恐惧，最黑的夜、最苦的药、最难熬的夜，我都活了下来。现在在你面前的风衣娘，虽已千疮百孔，但也无坚不摧。我一定会找到杀死我阿爷的真正凶手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、碎尸万段，替我阿娘、阿爷还有小川报仇。我已经有线索了，我找到了阿耶的宝刀玉灵玄。玉灵玄号称天下第一奇刀，阿耶十分喜爱，从不离身。这次却辗转流落到了苏长明的手上，想必其中必有蹊跷。我加入观天社，进入禅府，就是因为我跟苏长明有约。待我取得暗夜流阴图，他便告诉我，谁是杀害我阿耶的真正凶手。我明白，此次无疑是与虎磨皮。我也知道你为我担心，现在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与你在一起，以后你的路便是我的路。正如你所说，不仅是为了百姓，更是为了我们。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助你收复大唐，光复长安。玉灵学，不知道咱爹在家里怎么样了？好歹学说早点回去吧，这仗再打不完，也不知道能回得了家去。喝吧。站住！好歹学说早点回去吧，这仗再打不完。你动过我的刀？将军恕罪，回得了家去。小人刚才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喝吧。一时鬼迷心窍，所以才误了将军的宝刀。小子，我留意你很久了，你打我这把刀的主意，可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会用刀吗？放心，小人不敢。耍两下。是啊，你别担心啊。知道为什么叫玉灵群吗？善使刀剑者胜，胜在一身傲骨。你既然喜欢他，那就至少要拥有这份喜欢的骨气。拿着他，站起来。毫无求胜之心，与投降无异，出招之间优柔寡断。再来！我现在站在你面前，我就是你的敌人。小子，有什么本事都尽管使出来吧！怎么会这样？你一定觉得好奇。方才你明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玉林群却能被我一招击飞。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刀不在手里，而是在这里和这里。只要你把全部的心意灌注在刀锋之上，真正做到摒除杂念，人刀合一，这世上任何一把刀都可以称之为玉林寻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军中是何职务？回将军的话，小人的兄长是逃兵，小人被贬为不良人，在军中不配拥有性命。小人是马官，
那你把我的赵月白照顾得很好嘛。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在给金武卫大将军做侍从的时候，不光修过马掌，还捡过马粪呢，那叫一个臭啊！小子，你要记住，人活一世，活成什么样儿，并不由出身决定，也不由他人决定，他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好小子！现在你该告诉我叫什么名字了吧？我叫李陵。你是观天社的人。这城外破败，饭食怕是不好找吧？叫的怪温柔的，不会是在等情郎吧？怎么是你？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你等的情郎不是我吗？弄玉啊弄玉，到今天我们整整3月未见，我还以为你会想我呢，没想到你却别出心裁，送了我这么大一份见面。你还给我！你倒是跟我讲讲，天当被地当床的滋味怎么样？我还不记得交给你过这种任务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别忘了，你是观天社属我苏长明的人。我都快忍疯了，都没舍得碰你一下，你却在外面找野男人。原来堂堂观天社的苏少主也只会用强，还口口声声的说要拿人心让我心悦诚服，这就是你的手段。那野男人到底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停！站住！怎么回事？弄玉，李陵，娘，没事吗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老熟人，他乡遇故知，这多奇妙的缘分！来，抱一个。李陵，你抓不到我的。我是兵，你是匪，咱俩没交情。哼，乔建美，多情寡义，你选男人的眼光不行。你当年侥幸让你逃过一命，饶你不死，就已经是大恩大德了。没想到你不仅不知悔改，脸皮还越发的厚了。我这厚度，确实没法跟您比。我可听说，你前脚还是唐军的马前卒，后脚就成了陈靖边的看门狗。弄玉，这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分明是个负心汉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还是跟我走吧。跟你走？去干什么？杀人越货还是巧取豪夺？恃强凌弱还是欺男霸女？难道要天天跟你一样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活得像阴沟里的老鼠，人人喊打，人人唾弃吗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说呢？嘴都骂秃了吧？李陵，我的女人都被你睡了，你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。苏长明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观天社毫无瓜葛。你想要的东西，你自己凭本事去拿；我想要什么，也跟你无关。弄玉，别被他骗了，只有我能帮你。我与李陵惺惺相惜，情投意合，这是我的选择。
好啊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哼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今日你们二人，只有一人能离开这儿。至于是谁，你自己选。那我也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跪地求饶，要么身首异处。玉凌雪，他手上那把刀，是不是你阿耶的？正是我阿爷的宝刀。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当年是谁杀了你阿耶。当年我从军中听闻，封将军的宝刀在守潼关战役中不幸遗失。后来我入了陈府，曾见陈靖边手上把玩过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你从陈靖边手中买来的，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当年的真相。陈公，请来。可你借此来哄骗姨娘，供她驱使，为她所用，我说的对吗？他说的可是真的。哼，是这样的，刀呢，确实是我从陈靖边手上买的，也花了不少银子。但我也没说错，只要你把流萤图搞到手，我自然也知道了。这上面肯定会记着你阿耶当年那些事儿，我肯定会告诉你。苏长明，你个混蛋！把刀还给弄玉。我没说不还呢，当初我本来都给你了，是你不要而已。哎，好，不斗嘴，还你，拿去。我们走。慢着，东西我都送出去了，我总能说句话吧。我想跟你打个赌，今日人和刀你都带走，但我敢说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会连人带刀送回我面前来。你做梦！谁输，谁死。好，我跟你赌。走。少主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是啊，是啊。放心，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们马上就要进城了，不如我们先回同心坊，把玉灵雪放在封将军的灵前吧。对了，之前你说在陈靖边身边见过这把刀，那你知道这把刀是从哪来的吗？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御妖奴说过，这把刀应该是安禄山赏给陈靖边的。我想必是在潼关战役失守之后，这把刀不幸落在了大燕军的手里。这个老烟狗，他也配？要是让我知道以前的事情和他有关，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。弄玉，不，姨娘，我相信封将军一定不会通敌卖国，从中一定有人作梗栽赃陷害了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出真凶，为封将军还有你全家昭雪平冤。丽玲，罪臣封建业背逆朝令，消极抵抗，通敌叛国，意图阻挠王化大业，企图造化安邦，除之则已，绝不宽恕。不是这样的，我跟将军一直在战场上拼死血战，将军怎么可能通敌叛国？这位公公，我是将军的副将，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这里，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李陵，给我住口，别再说了。将军，别说了。大胆！你一个小小偏将，
竟敢忤逆圣意！还有你，封建业，纵容属下抗旨不遵，你可知该当何罪吗？公公息怒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臣封建业皆知。但臣也相信天理昭彰，是非曲直，圣人自有公道。将军，下去，这是命令。将军，起来，走。将军，走走。哈哈哈哈哈！阿燕，你放心吧，等长安光复了，我一定把你的名字刻上去。臣恭请上朝，这就是封建业的那把世间至宝玉里寻。果然是把吹好的利刃呢。爷，安禄山的特使到了。此番潼关大捷，全赖陈宫运筹帷幄。陛下称赞您乃我大燕福将，而您手中的暗夜流萤图，则是取胜的法宝。能得雄武皇帝赏识，那是卑职的福气。为了大燕的宏图大业，卑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好，好。哎，那个封建业怎么样了？嗨，冥顽不化的家伙，我是苦口婆心劝了半天，可就是死活不降啊。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永绝后患。特使放心，我已经做了安排。今日封建业就会因为逃狱不成，死在乱斗之下。封将军，对不住了，我们是来送你上路的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陈经典，你这个狗贼！陈经典，长安我们回不去了，我们可以去西蜀，我们去西蜀找圣人，求他讨回公道。你听我说，我死不足惜，但是我大唐的基业，万万不可以毁在敌人之手。如今圣人西逃，陈经典献出长安，我大唐的半壁江山已经支离破碎，安贼一日不除，战争便一日不停，刀兵四起，生灵涂炭，百姓就没了活路啊！将军，你也得治好你。我早就知道，陈经典这个小人会是个大患呢。李陵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拿到他手中的暗夜流萤图。将军，那是对我大唐的未来胜利至关重要啊！将军，没用了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不是的，你还记得你偷摸玉林巡那天，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并不是由出身决定的，而是掌握在
你自己的手里。将军，你用你的手去为自己建功立业吧。你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兵。将军，带上我的人头去见陈靖边，此人生性多疑，唯有如此，才能潜伏下去，拿到图。动手，李陵，动手啊！这是军令啊！动手啊！将军，将军在天有灵，请助我一臂之力，铲除奸佞，光复大唐。我还得去趟鸡鸣药寺，给庄药报个平安。等我回来。爷，唐军已经攻占了长安城外不少要地，眼看就要打进来了。到现在，谢牛他们3个人还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慌什么？咱家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说什么？弄玉是封建业的女儿？我必须告诉她。我必须告诉她一切。告诉她什么？告诉她是你把他爷的脑袋亲手献给了陈靖边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他知道了这个事实，无论你再怎么解释，听上去只不过是托词而已。你们的那些海誓山盟、浓情蜜意，都会瞬间瓦解。他只会对你们视为仇敌，对你更加恨之入骨。眼下正是关键时期，你我必须要尽忠职守。若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弄玉行伤枝节，惹出事来，我们之前所做的事情就都白做了。到时候你如何向圣人交代？如何向那些死去的兄弟们交代？你对得起以死相托的封将军吗？啊！我会选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他。我告诉你，这些话，你只能给我烂到肚子里。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让陆玉回到陈府，他一定会问陈靖边那把刀的事儿。这个你放心，我早就想过了，不然也不会借你为理由借故离开。我不能让他有危险。你要怎么做？我一个人回去，先把谢牛的事了了，稳住陈靖边，剩下的只能见机行事了。好，现在唐军主力已经都集结在了城外，暗夜留营图，务必尽快拿到手。好。李从事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您没事吧？李从事，陈公何在？我要见他。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弄玉呢？别提了，陈公在哪儿？爷正在见客。我问你，谢牛呢？谢牛？爷派谢牛跟着你们，你没见到？爷派谢牛跟着我们？我跟着弄玉和暗桩，谢牛跟着我，这是不信任我。陈公，我要见你。
我说了，爷在剑客，陈宫，知道没有？陈宫，谁在那儿吵吵啊？陈宫，我听说您派谢牛跟着我，您是在怀疑属下吧？怎么会呢？当年你砍了封建业的人头，带着他的宝刀来见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永远都是我的人。苏少主，都听见了吧？这就是宝刀玉林寻的来历。方才你还在质疑他的真假，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？原来如此。李陵在。见过苏少主，关天社18路响马的大当家。见过苏。免了。其实我们才在城外见过，还差点动起手来呢。他误把我当成唐军，幸亏我反应快，不然今日就见不到成功了。谁曾想，竟是自己人。是啊，当时我正在追弄玉衡的暗桩，可没曾想半路遇上了唐军，眼看人就要落在他们手里，我拼死去抢，无奈寡不敌众，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，又遇见了苏少主。当时还以为他们是乔装过的唐军，所以便动了一下手。放肆！苏少主什么身份？竟敢如此大胆，还不赔罪？罢了罢了，谁让我苏长明胸宽似海，大度能容呢？就不计较了。谢过苏少主。李林，弄玉呢？情况危急，来不及救，许是被那唐军抓去了。被唐军抓走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弄玉的事，我再想办法。李陵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陈公。苏少主，请与我来。你要我从唐军手里救那女的？此女医术造诣颇深，咱家若是没有了她，这头风病犯起来，那可是要了命的。唉，怪只怪陈某手下都是些无用之人，哪像苏少主的关天社神勇无敌呀！陈公是想探我的底呀？哎，绝无此意。陈某是请托苏少主。你请托的事儿可不少，要我帮你打唐军守长安，还要帮你救女人，不管怎么想都不划算呢。哎，既然是你我二人联手，岂能让苏少主一人出力？你有人，我有图。那如果我把人救回来了，暗夜流萤图，尽管拿去，尽情赏玩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李林啊，刚刚我可救了你一命，你该怎么谢我啊？那老东西找你，是不是想拿你当枪，让你守长安呢？聪明！老烟狗窝里斗搞死了魏成，如今大难临头，想要老子的队伍充人头，他这是把关天社18路响马的弟兄们
刚成了叫花子。你是这么骂他的吗？没有，我答应他了。交换条件就是暗夜流萤图。拜你所赐，弄玉是指望不上。按他的话来说，我要凭自己的本事。可你猜怎么着？老烟狗为了验证我的本事，居然还提了个要求，把弄玉找回来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所以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说过，人和刀，我要定了。可你偏不信，还用命跟我赌。如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。你一直没有揭穿我，其实就是想待价而沽，看看我能给你开什么条件吧。不管什么条件，女人和刀我都要定。我可以把你的底细透露给老烟狗，你看他会不会活刮了你？我也可以把你卖主求荣、斩首封将军的事儿告诉弄玉，你又猜他会怎么样？不管这个赌局的结果怎么样，你都输定了。我要是你呀，就把弄玉和刀都送回来，兴许我高兴，就把驼给你丑意，了却你生前最后一桩心愿。你要是想好了，就来有花有酒的醉香楼找我吧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如今苏长明也来插一脚，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个女人靠不住。不过，她没有跟陈靖边揭穿你，就说明还有回转的余地。我来想办法。你要干什么？千万不能乱来啊！如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人和刀都交给苏长明。说不定能借着他的手拿到暗夜流萤图呢。李玲，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你？唐军要进长安城了！唐军要进长安城了！要进长安城了！唐军要进长安城了！你慢点跑。阿姐，玉姐姐，阿姐，有人来了。叶子，来，你别害怕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唐军。傻站着干什么？快进来！今日吃臊子面，不帮忙可没你的份。好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慢点吃。好吃好吃，我最爱吃你做的这口臊子面。你要是爱吃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哪儿的话，你现在可是我的副将，又不是那伙夫，有这功夫练兵去吧。是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娶妻呢？啊？还没有。我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。我呀，有个女儿叫阴娘，这孩子啊，虽然脾气臭了点，但是这个长得还是很漂亮的，脑瓜子又灵。谁娶到她，那是谁的福气呀！你小子要是有本事收服了她，那我不是天天可以吃上这一口了啊？你考虑考虑。好。我突然感觉到这面更香了啊！这次回去，陈金边没有对你起疑，真是万幸。对了，那我呢？他准备怎么办？哦，他派人找你了吗？就算他不找我，我也会想办法回去。毕竟他的药不能停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眼底的颜色？
眼底的颜色，这我倒没注意，怎么了？看来还没有到火候，不然他的眼底应该明显泛黄。之前没告诉你，我在他的药里做了手脚，为了不被察觉，一直控制了用量。你是说？我是担心，即使拿到了流萤图，真假也会难辨，所以用药把人控制住。按天数算，现在应该快到时候了。原来你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谢谢你，姨娘。少主啊，那个李陵不会在背后搞鬼吧？搞鬼也来不及了。他们已经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肉了。少主，有信送来。你看，他们还得来求我。玉姑娘，给您准备的药。请稍等。前几日营救阿奇的时候，庄某有些言语不当，还请玉姑娘别往心里去啊。庄老板客气了。等等，还有事？李陵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呀？跟我说什么？哎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庄老板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啊，李陵啊，他这人就这样，无论出了什么事儿，他都要一个人扛。是陈靖边把苏长明叫过来的？苏长明就是一个唯利是图之辈，他为了得到暗夜流萤图，已经答应陈靖边据守长安，到那时候肯定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唐军的将士，城内百姓，不知道又会死伤多少。怒玉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庄某作为朝廷暗桩，半生都在潜伏之中，至此山河飘摇之际，临危受命。庄某之前经历了大风大浪，我一个人都闯过来了，可唯独这次收复长安最关键的一次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！庄老板，你先起来说。长安失落以来，我们这些做暗桩的兄弟们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现在就剩我和李陵还在苦苦支撑。这次夺城能否成功，全系于情报传输之上。诺玉姑娘，不能再让陈靖边拿着流萤图兴风作浪了。庄老板，你先起来说话。玉姑娘，关于你的身世，李陵已经跟我讲了。我知道你是封建业的女儿，封将军一生戎马，为的就是能让大唐的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。你是他的女儿，你肯定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。庄某知道这些话不该说，可是为了我大唐江山，为了一朝黎明，为了李陵，庄某恳请封姑娘牵制住苏长明，换取暗夜流萤图。李陵，我刀和女人呢？
说来说去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，让我去牵制住苏长明，换取流言图，不就是让我给他投怀送抱吗？诺玉姑娘，现如今也只有你能做到了。少主，您回来了，有人在等你。听说只有我和刀都归你，你才愿意帮大唐。你说话可算话。我就是一马匪，干的都是伤天害理、出尔反尔的事儿。你说我说话算话？既然都来了，那就好好陪老子睡。把你伺候李陵那些本事都使出来呀！打我！你打呀！我上次如此待你，你百般不愿，怎么这次你就欲拒还迎了呢？因为你早就在嘴唇上涂好了毒药。再来！不打了，我认输。不打了，但愿赌服输。既然输了，就要有输的样子。我刀和女人呢？人和刀是不可能给你的。你，如果我连心爱的人和恩人的遗物都保护不好，那我还不如一个无赖。苏长明，你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吗？就算你拿到了人和刀，你也不会是赢家。笑话。我苏长明就没输过。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明白，就算你把弄玉留在身边，你也永远得不到他，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人，他只属于他自己。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我的命，不是吗？好啊，我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把我的命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和关天赦加入唐军。李林啊，你是不是走投无路急疯了？老子带着弟兄们吃香的喝辣的，痛快逍遥，为什么要想不通加入唐军啊？为了荣誉。荣誉？你个首任主帅卖主求荣的叛徒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荣誉？我现在在做的跟当年封建业主动献上自己的人头是一样的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当年潼关失守之后，生人西逃，长安陷落，大唐危矣。封将军为了让我卧底在陈靖边的身边，拿到暗夜流萤图，所以才选择赴死，主动献身。你说的这些鬼话，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脱罪。你现在就可以砍下我李陵的头，还等什么？因过错，将我心魂求于高歌，诉说着命运给的预设。望星河在你我目光中闪烁，弹拨年华的景色。花等着一曲情笛落寞交错，你与我今生不再闪躲，让流沙吹散在深宫的角落，岁岁年年是允诺。月落星辰，多少年华困于沉沦，醉醒迷魂的旋律湿了心神，似
人，彼此应允厮守不离分。愿命数定下安稳，相伴于凡尘。且看日暮黄昏余晖。